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今日继续第3集来到文莱。文莱呢，其实呢，真侪宝藏，真侪趣味的人生故事。在这过去对金门来的人，落地生根了后，各行各业开枝散叶，而且佫出了一个国会议员哦。即嘛，这个五金行，你唔通讲啊，敢若五金行唔拿啦，这规栋厝体拢因兜的啦。这个国会议员哦，咱来个拜访，来听伊的人生故事。哦，今仔真荣幸哦，来个议员伯啊吼。没啦，感谢感谢。咱来遮土生土长。对。啊，超几档？哇，我72年。 72年啊！今年也要抓年咯。今年抓年啊！吼，你是安怎后来会等当人会去当人会去参与到这个国会？这是唔是民选的？往选的，就是讲较无共台湾讲有投票、花票、投票，无安尼会复杂啦。我是国王选的呢。选的。因为你平常时就对地方真有贡献，而且会来选你嘛。有可你唔能通客气啦。意思咪啊，可能我就无办伫厝内后，我有一张伊的委任状。委任证。委任证对。哦，我看内面吼，你甲咱小可，互咱眼者，内面连什么物件机械都有呢，后机油、后车咧用，后厝地来咧用，啊，佫有即个进口的即个工具伫的呢。今仔日吼，其实是抢时间来的啦。对。你隔壁佫咧装潢，佫咧重新咧起建吼。这物业拢是你家己。啊，这无后这事业就无较买啦。后来有咧做议员，啊，至到讲一般的民间，啊，咱这个当人吼来遮拍拼。这一路看起来，尤其即摆现在，譬如讲恁兜阿孙啊，因的职业有啥物转变？伊较侪了出国啊，我是就爱因人回来斗。爱一段时间去适合啦。哦，所以其实你讲出业了后去外国读册，对。啊，煞来才会转来。对，了就是转来了啦。安尼家己就是讲结婚了后，我有4个孙了。你有4个孙啊？啊，4个孙会晓讲咱的这个福建话、金门话，还是厦门话未？有2个伫学，啊，较侪是讲华语啦。但我真好奇吼，互国王选倒来做国会议员吼，啊，有啥物义务爱完成啥物代志，爱做啥物？我头一日伊甲我开会就讲，你就选，毋是来做反对党，来帮助伊看讲有民间的啦，主要是民间，你看到应该，后面应该甲反映就对了，反映建议啊。特别毋是做反对党啦。啊，像你安尼叫选去的当人是有真侪例。较早是有啦，老王是有选，老王有选，较无讲安尼国会安尼隆重啦。你有咱的鼻现歌，伊做鼻现歌，一直头一任。但我算即阵的国会，伊头一任，伊做到14年，伊都无啦。咱按个大人安尼喊是讲头一个安尼久，我就中选啦。哎，逐个月还是讲我有代志要建议，我就甲国王讲。无，伊是安尼款，每一年有一个预算案是每3个。每3个月。都爱开会好啦，伊4个都爱发的嘛，都爱发现金嘛，但逐年 OK， 咱中间呢无一定啦，8个、9个、10个、11个，伊都有一个甲每一个部门开会啊，迄是闭门的啦。哦，安尼不止啊无用呢。袂啦，伊那本无闲，所以讲一年就1摆、2摆，咱有10几个部门，所以讲逐项去去啦。哦，10几个部门，所以安尼轮起来，哇，就30、40抓呢咯。一日啊，一工啊。一工安尼啊？一工一个安尼看啦。所以我的意思是讲，我安尼理解起来，第一，这是算做一个英语，互你一个英语
荣誉啦，荣誉。哦，这英语啊，互你啊，第二，咱也有一个建言的这个管道来甲建议，哦，安尼，啊，这有任期的这个长短哦，我就算是5年，结果是开600回，我伫2017 5年开600回到12，啊啦，伊无要1年，我就袂赴选的，所以讲我加做1年。加做1年啊，啊，你来遮做这生意，这嘛有差不多40档啊吧？是哦。你家己做了有50档。13来讲，55年哦，这一路安尼看，你感觉文莱这个变化，当然是愈来愈兴，愈来愈旺。啊，主要变化你感觉，尤其是这个当人的变化在哪里？愈来愈少，还是讲大家拢出去？即阵的人口差不多较无到10%，9.几啦，差不多4万几人嘅。因为咱人口本无大啦，才40几万人。安尼逐年我照比是3、4千人，还是5000，伊的人口增加啦。算讲是真衰，但是讲你就业机会，伊方面有，你无大工业，主要靠这个油田，你这油佫无价，这个是一个头条。有啦，咱政府本有讲开始讲啊，其他 diversification 啊，叫安怎讲啊？做别项啦，做别项，比如讲啊，有这个肥料肥料 fertilizer，安尼个其他就讲农业部加遗产，还有渔业啦，渔业。所以渔业来讲，有一个台湾的公司嘛。是，真的，阮小等就要来拜访。对，应该，伊数1数2啦，伊做得袂歹。哦，咱台商来遮嘛有20、30个左右吧？你台商？我就有诶，有诶。我大的项目来讲是伊会较出色嘛。点解其实各个议员嘛是用头人啊？唔知伊你都无人民选的较袂像嘛，对不？我都总是国王选的啊。哦，对不对？啊，甲偏向嘛是共款啊，嘛是国王故意的啊。哦，来讲偏向甲这个国议员伊有分。有分啊，你讲国会议员是本地是。算 cabinet 啦，做开会，所以伊个比偏大一级，佫大一级啊！安尼知啊？咱偏我是较大，伊偏也是国会议员。哦，安尼学着啊吼！今仔日真欢喜哦，啊，甲这议员伯啊吼，我叫你议员伯会使。哎啦，我都过了，伊是把你5年过了。这是尊称啊，那议员伯啊，甲咱牵教了解这个文来，不管是文化啦、政治啦，啊，这甲传承。感谢，没啦，感谢你，谢谢。即马哦，真荣幸哦，请到咱林董事长哦来遮。咱董事长哦，事业做真大。我初吼记者的时阵，掠做讲太亚店，唔难的咯。董事长，你甲介绍一下。这福泰是，这 Motor Company。这是我的丈人陈金泰。伊早是对莆田来文来，伊波产哎呀，伊开始做的，做起的。1980年伊移民去澳洲，去澳洲，这个就放落来，互我的查某人，伊的查某囝。到尾我参我的查某人结婚，结婚了就开始参与斗三工做这生意咯，做这生意咯。所以第一，这是恁牵手对，蛋米莲对，蛋米莲是这蛋啦是蛋。这个是经营什么物件？早时就这机械啊，机械的 spare part 啦，车的 spare part 啦，车的轮胎甲电池啊。啥物都有咧。啥物都有，早时本来水嘛，虾米本来爱做，你袂单单做一项。啥物都爱整对。但是我头下看，还有修理的工啦。你卖机械就爱修理，你无修理就无人叫你买。无生意当做。对。所以我今晚看到哇，后这挂超车。对。拍地机，这技术啊，技术的。拍地机的。对，这是日本的。这库布达的哦。无，伊是Robin。米加莎，这上日本上出名这对，米加莎。这里你嘛爱去，伊这本队你嘛爱去招总去代理哦。
还是来进这个进货？进河对新加坡来，早时对新加坡来啊，因为本来市场水啊，爱甲新加坡寄入来，我分去文莱，分去这个东马。我听当时你甲我讲，你本队是读东人的这个三二级啊，后来转去读红毛册。红毛册对。你想啊，厝内要叫你去读红毛册？啊，早时读红毛册，较是人找工作。你最是哈？是啦是，那是读东人册啊，出来就是家己做生意，还是甲老爸做生意。其实这讲起来话头长啊。恁是大人是第一代来文莱。对啊。来的时阵做啥物工课？阮爸爸是头来是甲人食头路。食到头路到尾，家己就开店，杂货店，开杂货店，啊，慢慢做杂货店。啊，这当今文莱的华人杂货店真少了，了少了，后生囝了莫做。伊人了后生囝有出国读书了啊，爱做家己的工课。啊，就系拢收啊，收起，了收起啦。啊，无出无几间。所以恁兜也无咧做啊？无，杂货店无做咯。啊，所以你还佫一个兄哥。做旅行社，做旅行社，你做？我做这个机械甲这个轮胎。哦，佫有胎牙店。佫有胎牙店。对 ，Bristol。哦，你这算代理的。代理对，早时是福泰代理，最近我甲搬出来。搬出来对。哇，这胎牙店咱整个咱文莱才有几间？你这是本地是有店面还是无？早时是无店面，早时我是。轮胎寄入来，交supply互政府，supply互第一店。啊，即摆是家己做。即摆家己开2间啦，嗰一间是开2间。头看啊真舒适呢，咱来看卖者。OK， 来看卖者。哇，这创甲敢若迄个名贵车厂吼，等下啊修理啊等的安尼种感觉呢。迄阵我交互我的细囝了，所以伊后世人伊的想法无相。因为当今后少人来换轮胎，爱有一个所在可以坐，可以啉茶，可以去 internet。新一代的啦吼。现在这个 Bristol， 我人代理有40几年了，40-50年了，这牌，这是日本的。这算个老牌老字。对，这是日本是100几年了历史，有100几年历史。乔斯，你嘛是老牌老字号啊？对。本来已经是你国门独市。对，早时是有人就是本学这细间的台仔店去卖，即摆就爱家己卖，因为即摆中国台仔真侪入来文莱，所以人对竞争对。但是咱是品质较好。对，我这是较侪是和这个政府部门，像警察，这个兵。兵警察甲政府部门真侪都是用这个 Bristol。是，较安全。咱来遐坐者。好，来。等水叫吼，你读红毛册，煞来是一路读到文莱大学，还是出国去？无出国去，我出国，我文莱读这高中，高中毕业。高中毕业去油田做工做2年。做2年好了，我不是家己申请去加拿大，去加拿大读册，读3年，读机械。读机械。所以等来整这个机械。等来了，我还未结婚，我是甲油田做工，做5年，伫装油台、蒸油、炒油。哇！做了做工的时间，迄个时间捌着阮太太，说才结婚。结婚好了。我的丈人叫我讲时间做生意，安定落，叫安定落来，叫这生意交我做。你迄阵咧油田咧工作的时阵，你敢有想到讲，恁爸爸因迄代吼，遮辛苦，偌辛苦，迄阵是。迄阵早时人来早来真艰苦，早来就是一日，我听阮爸爸讲，一日工资要3块到5块，一杯咖啡要3针，应该是1940几年啊，1940几年人来时间。伊早时来是坐船对伊的阿叔啊，坐船去乐园，乐园是这个东马迄度，马来西亚，对乐园搁换船坐来文莱，早时来文莱找工真艰苦，为了来文莱饲刀，为了来言语嘛未通。早时伊好是伊人有长人较早来，像甲比丹较来伊人较早来，所以人会照顾乡下出来的长人。但是咱是小金门。对，小金门对
小金门。因咱伫新加坡本有即个金门的同乡会，对。安尼。因咱到新加坡就去同乡会，对，是安尼啊。到恁遮变做专业人士呢？对。哦，有才调去游田啊，安怎吼？你安怎看恁爸爸因一世人会拍拼？你有个人会想讲阮爸爸遮辛苦着，遮讲白就是讲较低下层，我袂，我一定袂，我安怎？你是安怎想？我若早时是无安尼开我，你早起7点来开店做生意，做到暗暝9点哦，时间真长。所以阵个细囝诶，哇，安尼长时间，逐人唔敢接手，惊唔敢接手，所以去读册，你读册读欠出国转来做 engineer 做专业人士还是做医生做咩？你若是做专业人士，你是一日做当时做8点钟，唔免做12点钟。你认为做头家较好，还是去用抢较好？头是试着是去甲人炒头路较好，特别食头路做了5年，家己出来做生意较好，较有机会。对。但是你安怎看即摆少年人？譬如讲，我问你，你厝的大后生甲细汉后生吼，因金门话会晓讲？会晓听，讲较少，会晓听。我大后生就较强，大后生一参的朋友是，甲是本是我咱金门的细囝，本是福建人，所以伊时不时有讲啊。会组织的。对。我是细汉仔就伊就莫讲，伊就听伊会晓，伊会明白。你讲啥物伊会明白。咱厝的还佫有神主牌啊，有嘛。恁会真要求讲做鸡啦？早时妈妈有对，有，准我来神主牌，较侪放伫我大兄的厝，所以逐摆老爸做鸡啊，老母做鸡啊，有去拜拜，有去拜拜。阮主要是要甲你请教讲，安尼海外吼，即个奋斗，即个过程，你认为即个母语对恁来讲是一个帮衬，还是讲一个负担？对囡仔时来讲，伊有也袂要紧。对。当今世界想法无相咯，当今无人本想法无相，这其实是一个负担。如果将来细囝无一定会拜这神主牌，所以我人是拍算个摆，这种人拍算，从过身了去烧了过后，也去放伫庙的。嫁入庙啊。但是呢，失去了这个机会了，伊才母语无去。对。譬如讲，恁阿孙啦，恁2个孙会晓讲？会晓听，本会晓听，会听。我拢甲伊讲。你讲唔忙讲，上好啊，讲。阮2个孙差我真亲伊叫我爷爷啊，叫我爷爷。安尼讲阿公加减我个教一个哦。倒不是有甲讲福建话，讲华语。我吼对本来吼一个印象就是，咱咧讲咧海角一路远啊。海角一路远啊，就是讲真祥和，真好徛起，真好讨食。即摆即个情形有变化嘛？无，确实，本来是真正安全，真正安定，真正安定啊！其他人真正随和人拢差不多是差不多100个。若是安尼，新的即个，比如讲，不管是金门人也好，台湾人也好，要来本来，你有啥物建议？特别当今OK， 当今的后生囝，本来后生囝真侪是向外。爱去欧洲，爱去移民去别个所在找工，爱是去新加坡。但是去新加坡本无阮哩新人啊，新加坡趁食真竞争，收费本真重问题就是你爱做2顿无代志真新人找工，你随便做啥物本会使啦，本是会使过日子。在文莱即马，我所知的吼，即移民的政策愈来愈缩限起来。对，无可能。移民的机会较少。除非你娶文莱的太太，还是你嫁互文莱人，你就当招徛到几年才申请文莱的公民。我听讲还佫有人10年、20年还佫取无到文莱的公民哦。
最近就较容易，最近较放松较放松就最容易。那个人愈来愈少啊，真侪是。所以社会也在变迁吼。对。你回想你迄阵时读册，读红册，去到加拿大留学，转来，这一路文莱的这个经济变化，甲世界的经济趋势，你认为文莱未来咧？文莱是较落后啊，较无安尼，无像新加坡是上乜来啊？一直缀伫头前。对，文莱是倒后尾。若是少年人咧，你是鼓励少年人出去打拼，还是留伫文莱来奋斗，甲文莱创甲较好？艰苦，华人华人无你是人啊，伊政府较就是还人话头，做代志。你当人是会当听伊讲者，叫你做啥物。最近文莱当人真侪有读到册，较侪去新加坡做，还是去欧洲移民去别个所在。有的是去英国读书，读了卖回来，伫英国做工。所以当人的头壳内面，爱是想教育是上重要。对，所以恁爸爸迄阵时，虽然伊也毋捌字，毋捌字，来遐嘛是爱苦苦互恁读。我出国是我家己拍拼家己出国，毋是阮爸爸叫我出国的，我家己出国。我读完了高中，去阿摩顿啊，去油田做工。我做了2年，有存到淡薄钱，存到淡薄钱。刚刚迄时间是我的朋友去加拿大，用加拿大袂歹，我就倒去咯，早时真容易，你去要读书真容易。迄阵时还佫是英国的大英国。对，英国护照哈，对。真方便来出，爱去加拿大5年申请，随时得。你也是爱每一个人爱决志。对，爱拼。爱拼走较会出团吼。对。哦，真系真欢喜，甲董事长来开讲吼。感谢你来访问，感谢，谢谢。啊，你家己下母，然后家己发财啊，然后家己养成加工出口。咱咧工厂的虾啊，大概95%拢是咱家己饲的。你本来食的虾啊，10只虾啊有9只半是咱家己饲的。所以咱咧算咧规模养殖，就是爱算讲吼，咱逐工爱收偌济虾啊去工厂加工，然后隔天佫长出偌济虾啊出来。所以我真骄傲的，当个台湾这个那个海水的台湾鲷，能够透过这样的养殖，然后发展给全世界。欢迎登来台湾新安界，来遮游玩伫文莱，来遮找一个吼虾仔王。那是即摆流行叫做很虾啦，很虾啦。咱大兄在遮吼，真正是开天辟地啦。这虾仔栽，这是白虾栽，由咱伫下母开始培养。然后家己发财啊，咱差不多逐工收成，逐工放财啊，咱是规模化养殖。后手工厂也有哦。是，啊，就是咱一贯的作业嘛。咱你家己下母，然后家己发财啊，然后家己养成加工出口。咱咧工厂的虾啊，大概95%拢是咱家己饲的。你本来食的虾啊，10只虾啊有9只半是咱家己饲的。所以咱咧算咧规模养殖，就是爱算讲吼，咱逐工爱收偌济虾啊去工厂加工，然后隔天佫长出偌济虾啊出来，然后所以呢放材啊很重要，反正就要照咱的时辰来放，所以逐工拢有收成，逐工拢放材啊。今仔这个故事精彩哦，咱继续来看吼，咱虾仔栽安怎来处理？好，来。这暗搓搓就是讲，这开始捕卵的时候，袂使有电，袂使有光，因为你虾啊，你大海里面是很深嘛，其实也看不到阳光。啊，咱即摆当拍天光是已经生了，已经生了，就我今天就生完了哈，先生完了就你看一看哦，这是刚刚，因为它哈中间有一个这样子2个角，中间有一个这是公的，对啊，母的就没有，然后如果它交配的时候就把精囊挤出来，然后母的就会抱在这边。你是抱2个白白的，抱了2个白白就是交配好，这个是母的了哈，母的体型也比较大。你看这一条它的蛋有没有？哦，这个蛋，然后一架哈，当生蛋差不多10几开始10万的蛋。那种看这查甫棒，哦，哎，这是下母的所在，哦，这是3棒，哦，但是咱来看上后尾吼，它拄啊整档一直给咱一个观念，这启用这名。
啊规模之外，还有配套。对，对。你放偌济，你有材料要向收偌济，你还放偌济，啊算有好。啊，这咱来去工厂。是，因为规模化养殖上尾一部分就是工厂，工厂大概要收偌济货，咱就要放偌济菜哦。逐工哦，每一天哦，你袂当有工厂无原料他做，哦，这就是规模化养殖，拢要计算好势。哦，今日哦，大家新眼界来开眼界。咱他所看的伫门口口迄车来，你讲爱20度保持。因为咱是外下来，啊外下来那个温度控制真重要，你袂使伤冷，伤冷虾就会袂动，会死去。哦，咱咧保持虾啊，甲工厂佫是活的，活的，所以吼，你来控制水温大概差不多20度左右，袂使伤冷，嘛袂使伤烧，袂使伤烧。所以咱咧保持你来时阵啊，季节变化的时阵爱小可调整。啊，对，你要调整哦。你若看天气较热的时阵，你就可能爱放一寡冰角，爱保持伊的水的温度。咱的虾场甲咱的工厂袂真远，足近的。所以咱打气一下，伊的来遮保存率拢会超过90%以上的。啊，你活虾不管你做青的还是做活的，活的免讲，活一定爱活虾来，无你煮了伊头就瘪去，你就卖相不好，卖相都不好，对对。啊，你新鲜的你啊，你活虾来，甲冰鲜的。那活的其实解冻那个层次也不一样，啊，肉质嘛无，嘿，肉质嘛无同，颜色也不一样。咱的虾啊吼，拢有达到伊的深颜色，拢有 A3、A4 颜色。这个颜色吼，其实中南美洲的虾啊，我都比过这个颜色。哎，啊，这个大只的来做规鸭的，然后细只来做虾仁。到目前为止，咱遮即种看到就来八角，无八虾仁，拢机器在八虾仁。哦，嘿，即摆就是虾啊来的时阵，就落去这个机器。伊就清洗，这个机器，这个机器，伊会清洗之后呢，伊的头甲伊的壳就小可开去啊。因为你的机器拍过了吼，伊的壳甲伊的松去啊。啊，透过这个机器来运作，啊，伊就会使甲皮甲伊的肉分开。啊，伊也小可凉着一寡肉才用迄落，才人才甲提交就使。哦，这个工厂就逐工咯，就活虾入来，甲活鱼入来，哦。所以咱有一边去做虾啊，一边去做鱼啊。哦，这边就是虾啊，这边虾啊，啊，迄边来鱼啊。来看，尤其哦，这鱼哦，还佫一个好处，头揽起来，啊，鱼头、鱼骨啊，佫通好做啥？鱼粉，做鱼粉。咱摕鱼粉，再佫摕去做饲料。这哦，咱完全无浪费。咱来讲哦，肥水不落外人田呐，就是这个意思啦。咱来看卖。对，好来。咱就这边是虾骨。哎，这边就是咱家挂虾仁有无？咱就白菌啊，无啊哩水长尾啦，吼，咱拢袂去浪费，咱就过来做精加工，就咱做咧春卷啦、火锅料啦、那个烧麦啦、虾滑，哦，所以你即马看的是做虾滑。这嘛就爱2、3、4、5、6个人啊。是6个人，哦。但是咱是家己咧拍出来的虾仁呢，咱袂去浪费。我看完全无加物件的哦。无加物件，这95%是虾仁。哎呀，所以一寡粉，哦，那一寡调味，是这样。纯虾仁的虾滑，这个虾滑拢可以当食到真10-8个虾仁。啊，这无进口台湾，目前是根本进口台湾。你啊，台湾咧量产啦，量产将来可能可以。有量才有意义啦，吼。这个是出台湾的，你看台湾的。哦，这个皇室御用的文莱虾皇，咱就出口去台湾，高品质的文莱白虾。哇，哇诶！这就是咱伫咱的过来来台湾雕，这食咸水的呢？食咸水，哦，对，我强调的是，咱是高盐度养殖的台湾雕。啊，哇！在台湾哈，你讲盐度养殖其实也很少见，东西差不多吨一个，半两价，但是真正哈。你要饲到完全是海水养殖的吼，其实也没那么。你这话你实足的，我都无材料然后抓咧。哦，去插掉。哦，这真水呢。哎，咱台湾的品种吼很漂亮，很漂亮。哦，这真水呢。真水。哦，这球色安尼呢。是。
真鲜呢。哇，这高盐度。咱一般哦，我伫东川河哦，当食到半咸水的，我就真欢喜啊。对，那是纯海水养殖，哎，所以吼，咱伫美国的树它很受欢迎啊，因为咱的底个完全铺高密度的那种 PE 的地膜，所以完全没有土味，无土味，无土味，完全无土味，完全无土味。无，我伫遮片我就知影，因为伊，对，有影。你现在你就知影，你若食苦的，对，迄味足重的啦。有影，你若土，你若做当真啦。啊，而且但是你咧好起来的时阵哦，蛮有技术呢，无你拍车惊，你身躯拢受伤去啊。对，伊个就是惊安尼，所以吼，伊这水温嘛是要控制，其实这个有点回温了，其实这可以干，但是内面即摆水了降多咧。其实嘛袂使伤分歧，本来伊的血放不干净，无被挖啦吼。伊咧第一个阶段要放血，你若来时你若无挖，伊的血进你内底。跟内底伊肉质就会比较容易酸化。对，才切落去吼。哎，就要切掉。这个就是去年机，在烤人，烤人就机器烤人咯，哎，会较紧。你人烤人上班就用机器烤人，然后烤人了后，去肚是这台去肚，哦，即嘛去肚嘛机器去肚，每条落去都清啊。哦，但是因为你要鱼排啦吼。啊，叫做鱼排。对，即嘛这个流程的时候，伊只落去，伊只取鱼片，鱼片这个往这边走，对不对？你落去会取鱼片出来了，就鱼片取完了哈。鱼片取完的时候，这边来去皮，这台机器去皮啊，皮留起来。哦，啊，这些杂料呢，我们就送去做鱼粉。这台机器是去皮的机器，哦。啊，那去皮呢，就安尼放落，哦，出来皮就入去。哦，你看你有皮对不对？哎，你出来就一片，皮就无皮。哦，你看，这去皮嘛是机器去皮，啊，这边再烤一个，然后再烤一个就使。迄个市场哦，有咧抬迄个沙白鱼的吼，我咧骹手嘛是安尼。是啊。迄小姐太太咧看啊真介意啊。啊，因这拢吼论斤称两啦，就是伊的抬较紧，伊的公司也较济。哦，安尼哦。伊呢较老手的教新手啊，这抬较紧的。啊，所以伊一拿落来去称吗？伊一拿去称。啊，伊唔是敢若抬尔，伊爱个称伊的取肉率。哦，伊袂使讲太紧，但是伊取肉率较少嘛袂使。啊，嘛爱看，嘛是爱看。所以伊这分析起来，才伊决定伊的每天的工资。哦。所以一拿拢有称好，你看一顶关就是这个伊的太贵拿迄钱啦。所以这内面工资上悬的应该是这边。拢共款，拢有伊的修整的技术。哦，伊嘛有家己的 token。你家己嘛有家己 token。伊这个有计算的公式无共款。啊，有的较紧，有的较慢嘛。你袂使讲太紧嘛是安尼，太慢嘛是安尼。哦，有的毋是比量的。咱还有奖励嘛。所以这取片有一个取片的计算方式。然后台鱼片有台鱼片的计算方式。哦，是，这是你一来应该是后来才体会。我这来管理的时阵都要慢慢来想啊，因为你袂公平嘛，你若太紧太慢，袂公平，拢会甲迄个产量会甲你出来。啊，其实黑鱼嘛共款，白鱼嘛共款，白紧白慢你嘛是爱不同的那个，你袂使讲白紧嘛呢，白慢嘛呢，所以咱在管理工程的时阵拢爱去计算。啊，这个确实哈。爱适合当地的人的迄种情况。你的迄种想，伊大概是安尼尔，你袂使讲。你想好紧张，想好。伊个慢想安尼才袂。伊做就为了歪来，所以咱有一个慢慢磨合一个计算的公式。啊，他们领到的工钱都会比他的月薪还高，啊，他们就愿意来，啊，他就很认真去杀这个鱼，或者是取这个鱼片。哦，啊，对公司长远的计划也是好，因为他越做越好，越做越快。咱这边鱼的东西咱家己饲的啦，所以咱来配合伊的速度，哦，咱每天收多少鱼过来，哎呀，愈紧咱就再取愈多，那个收成速度愈快。啊，个环岛过来算。所以咱一天，譬如说咱来处理50吨的鱼啊，咱都要配合所有的鱼啊，哎呀，哎，这个物价真济呢。所以咱今仔日收50吨的鱼啊出来，马仔一个长出50段的鱼给你，咱来永远不断嘛。因为咱本来是一个浅级的市场，我们大概占95%的养殖比率，
所以咱的鱼啊，拢咱家己饲的，所以咱的客户很喜欢咱这个生意的模式，从种到苗到养成到加工都自己一条龙，稳定。稳定，咱品质嘛稳定，咱的。袂讲啊，要甲你叫啊叫无啊，袂付钱。但是你做拢爱所有的阶段拢安排真好，比如说你今仔日收30吨、50吨的鱼啊，你明仔嘛是要个长出30吨、50吨的鱼啊，给你。你就睡觉起来，它还是要长出。这就是商业化的美感。这个是模组化的生产，所以咱等下去现场看，你就知影讲哦，咱当时爱放材啊，当时爱收成，拢有一个时间的标准。头拄哦，曾董事长讲着讲，其实台湾的这个模组化、模组化的这个使用吼，其实上厉害就是种皮材啊的使用吼。咱今晚来去材场，好来看。哦，来，这个就是我们养的台湾过来的台湾品种的台湾鲷吴郭鱼，它现在在抢料啊。陈董，咱这草这片草偌大？这片的所在土地总共459甲，按就是哇，就459公顷，啊，就是等于大概459甲。按就骹球场450高。我一个场的所面积就是差不多是50米占150米，都差不多是一个足球场的场地。我今嘛家的是大规模养台湾鲷。而且是完全海水哦，完全是海水养的台湾鲷。哦，这咸度来慢慢啊饲，慢慢饲。这个种是伫台湾来，啊，这个种是台湾来。台湾种就是。所以我们真骄傲，当个台湾这个那个海水的台湾鲷，能够透过这样的养殖，然后发展给全世界。真的吼，你听起来咱讲文的吼，但是你的经历吼真精彩呢，世界五路吼，啊来到遮。但是我的观察是讲，你唔那是咧饲鱼啊、饲虾啊，内面思考着经济规模，啊，要安怎会当永续啊，继续供应稳定，这个思考是你入来这度了后才开始思考，还是讲其实过去的一寡经验，互你会当累积起来？其实嘛，唔是讲一开始就安尼想啊。哦，一开始咱嘛是讲来当然要投资啊嘛，也不要做得太大，投资太多。哦，那么是开始从一个点开始做起来。春节。哎呀，是一个点出来做起来，但是一个点做起来了后，你就想讲有一个瓶颈要被突破，所以你嘛是一个点，慢慢累积，才有法度今仔日的整个规面的这个养殖。啊，还是无共款，因为台湾的养殖业哦，较传统养殖业。它小家庭是会养饲的，但是伫东南亚拢较有规模的养殖，因为土地面积嘛是无共款嘛，所以拢有较大规模的养殖，所以嘛是一开始嘛是一个点，然后再慢慢发展到规个从头到尾的养殖。但做咱咧开讲的时阵，你比较强调讲，其实咱台湾应该爱思考讲种的问题，培养种的问题。在世界竞争当中，教堂徛在，你甲咱观众朋友稍来解说这个概念。其实这是我伫东南亚养殖的这几十年的一个感触啦吼。咱台湾即嘛要加个去恢复讲咱以前是草虾王国，我是觉得没有那个必要吼，因为咱台湾有真济天然环境。你没有办法跟这个东南亚比较，哦，包括咱台湾有冬天嘛，然后台湾有风台嘛，哦，有地震嘛，所以这样天然环境，然后台湾的土地面积还是比较狭小一点，所以这个面积来讲，你咧要饲虾啊，要饲鱼啊，你无法度真大规模的养殖，哦，包括说我就拄啊讲的，我这个在咱的台湾鲷我过去啊，哦。我大概一间公司的产量这样差不多占台湾的1/3的产量哈，所以这样东西大概是一个大规模的养殖，但大规模养殖也思考的无共款，但是呢，台湾有真济这种养殖的人才，哦，台湾其实要跟人比较的，台湾能当走到全世界这个顶尖的物件，不是伫养殖跟人比较的量上面，伊是在做较精致的一个。分子育种方面哦，包括一些基因的标志的育种的部分哦，包括提供无病毒的种虾
黑仔、黑母，然后伊个好的品种的鱼仔、鱼种，哦，这是咱台湾真济的专家，而且之前很多的前辈，那个草虾之父啦，廖一九院士啦，草虾之母啦，罗志芳老师啦，罗志芳博士啦。这是拢在台湾的吼，一个投入很多的研究的前辈，哦啊，其实我甲全世界买种蟹，我那也无机会甲台湾买呢，哦啊，其实会当台湾的研发呢，会当透过我们东南亚这样的一个养殖的一个平台，会当有机会甲台湾这个优良的品种推广到全世界。所以他说咱才会看到讲你有整一间实验室，开始要复制。罗老师这个设备啊，这个方法想要来创。因为罗老师因的甲成大吼，因的研发的这个优良的品种吼，然后呢，如罗老师也很看得起我们，会当做我这一个是这台湾的基地的延伸。所以学生来这实习。是啊，来学生来这实习啊，都当做伊的一个基地的延伸，然后有机会透过我们这个平台。把台湾研发的这种的优良的品种，把它推广到全世界，这是台湾的长项。所以咱台湾要把握安尼的长项哦，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正确的方向。这样哦，我问一下你个人的问题，你安尼对马来西亚、对南方澳去到马来西亚来到文莱吼，你认为咱台商？新时代的台商人哦，你算做就是中世代啊，哦，是无讲老时代。我是还菜鸟啦，你算菜鸟啊？菜鸟。你认为新世代台商爱思考什么？不管在什么产业，有什么共同爱注意？尤其你譬如讲要比量，甲人比袂过，要比技术，斟酌什么物件？你家己的体会。其实咱台商的特性，我是因为我们是台湾商会未来台湾商会的前会长嘛哈，然后其实故来哈也他乡做故乡啦哈，现在我也是文莱的侨务委员，然后我看真侪台商来去哦，台商有一个特性哦，在台面上的台商啊，都有一个特性哦，伊也生根哦。伊是除了深入耕耘之外，哈，而且最重要是把伊根啊扎在当地，你叫有法都体验当地的人脉、风俗习惯，然后才有机会做出产品。哦，尤其是你这个文莱一个较前碟的市场，来去的人太多，很多人来东西文莱就这个小地方资源不大，做不行李，然后来就几年就离开了。伊安尼就无法度去深入了解哦，小地方相对有小地方的好处哦，伊来讲伊的竞争嘛较少啦，吼，然后伊的所有伊的资源嘛较容易掌握哦。咱来做到一个，咱认真走吼，要做到第一名，其实嘛不是很难的事情哦。所以无啦，小所在拢较简单啦吼，但是不管伫大所在、小所在，台商一定爱像我讲的，你讲真少讲来一个所在3-5年，都真侪开花结果。嘿，你看我认识的台商，伫台面上的台商吼，拢是生根，拢是40年、30年上少，嘿啊。所以安尼，我都把这个产业顾好，然后得到更多的机缘，然后再交下一代。哦，所以。咱有台商朋友啊出来外口，因为一寡因为台湾即卖产业吼，较注重偏向较高科技的产业啦吼，这有好嘛有无好的所在哦。资源你有感觉资源往一边倾斜，其实无好。啊，其实我甲来遮学习的学生吼，台湾每年大概有20-30个来遮学习。哦。所以我每年拢甲这些学生讲，我讲恁选择的行业，你读的课程其实是正确哈。其实咱这个养殖业传统产业看是很传统，但现在养殖业大规模养殖，还投入很多的科学化的经验哦。其实我们不是科班出身的哈，都会当有一片天，你们
科班出身，应该更加够这个机会，而且咱这个行业不会退流行，哦，所以你来讲高科技产业，你不断要追求上新的物件，咱这个传统产业永远是不会退流行，所以其实一定爱讲，嘿，其实这个商机也是很大，所以主要都要讲的，把几个跟个重点掌握住，其实这个行业，甲这个现在要投入啊，是讲即嘛去学习的这些学生去选择这样的科系，其实都很正确的选择。这西山界巴菲特呢，哦，专门咧食迄个食品业的吼，这就真正有道理呢。啊，那你个人呢？你在海外呢，家庭啦、事业啦，你得看你家己故乡，咱一路看起来，你要互少年人有啥物？咱家台湾人来的囡仔有做。其实伫公司袂济，哦，我即马有请两个台湾的就这一份分子育种的专个嘛是罗老师的学生啦，吼，这是罗老师的学生，请伫遮，是伊就是会当承接，把台湾这个承接下来。但是咱台湾，我觉得还是要较国际化，哦，因为不管什么产业，当然很幸福，是当留在。家己故乡，的故乡，然后学以致用，这是上幸福的事情。但是上幸福的事情，不是往往拢会在你的身上发生，对不对？对呀，这样东西不是很幸福的事情哈。所以你当到不是这样的，也不要那个。如果觉得真的在国内啊，在台湾啊，就觉得讲没发挥的地方，其实现在就国际村嘛，你不妨到其他的地方看看。其他人喜欢看，搞不好也有一片天呐，一片天呐。所以我是觉得说，当初伫家己的故乡，安那想嘛想袂到讲吼，你家己将来会走到这样远的所在，然后从事当我们父辈的这种好像感觉有相关的行业。哦，我是南摩人，我是宜兰南摩人，然后长辈拢是种船啊嘛吼。然后有当时啊，人讲啊，囡仔人嘛免读什么册啦，来讨海就好啊。但是我唔知嘛，所以想要甲，如果安尼讲，想要甲册读好哦。虽然册唔是读得真好，但是你看，人生的命运就是安尼安排哦。所以往往主要讲的幸福的代志，无一定会伫你的身上发生的哈。当然能发生最好，无法发生，可能也有一个另外的转机。所以我嘛是设一个，然后走到这样远来种船啊，哦，然后从事这个养殖的行业，哦，虽然不是这个行业，读这个行业出来，啊，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经营哈，嘛是也有一片天啦，哈，所以我嘛希望讲台湾的学校的这个相关科系的学生来这边实习，会当看讲哦，这个安尼这个行业。在台湾的养殖，跟国外东南亚养殖，其实还是有无同款的所在。是，这吼其实是时间有限啊，无这真正的故事是足济，这一路对人吼，行到世界哦，啊对去世界，这个饲虾啊，这产业饲虾啥，你真有了解。但是我他讲哦，你互我响这首歌就。All my life's a circle， 敢是可能啊吼，佮转来到原在所在，但是这个故事是 never ending story， 哦，这每一个人吼，会当来佮较亲近吼，希望有机会吼，过来甲你开讲。是啦，命运捉弄人啦，无甲你捉弄啦，哦，是甲你吼使人，互你更较成功。使人使那个成功，互你更较成功。成主持人之言。无，真感谢。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生态。